你这是？此乃家乡秘术。秘术？是啊，强身健体，美容养颜。怎么了？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没事就不可以来看你吗？听闻昨夜有人在花园打斗，可曾伤着你啊？没事啦，我还看了一场现场版的打戏，不算吃亏。没事就好。我会加派人手保护你的。不用了，我不出去不就得了？我就知道你在怄气，你多给我一些时间便可。下去吧。是。我们的事日后再说，我先去看看他。你等等我嘛，我也要去的。反正我闲着无聊，出去透透气也行。还怀抱希望。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开玩笑的，缓和一下尴尬气氛。太子妃，请放心，臣定当竭尽全力，让慕如姑娘早日康复。那就有劳太医了。臣先行告退。青柔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逃跑了。只是你别再关注我了。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，我不会再关着你了。但是，请你答应我，不要再离开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了好了，你现在肯定也没什么空搭理我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青柔，
你再多等些时日。慕容身体现在这样，我实在放不下心啊。有什么事，等他身体好转之后，我们再说，行吗？好了好了，你就别再絮叨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拜拜。金柔，还有，这慕容的身体，你也看到了。你向来主意多，还通些医术。方才见你在练习家乡秘术，不知你家乡是否有能让人调养身体、修复五脏六腑的秘术呢？宣太子。算了，慕容之事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你先回房吧。儿臣参见母后。不知母后宣儿臣前来，所为何事？当然是为慕容一事召你前来。现如今，慕容家只剩他一个人存活于世，此次又能重返皇城，必定是为慕容家平反昭雪而来。若他由此心生怨恨，日后必定是后患无穷。还望你多加斟酌。母后为何如此不放过依允呢？如今他五脏六腑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，试问他这样如何平反昭雪？若是慕容一家真是被冤枉的，那平反昭雪又有何妨？放肆！你竟敢如此态度对待母后！儿臣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现如今，你父皇身体是越来越差，你身为太子，不但不为他分忧，反而留个祸害在身边。你让你父皇如何安心养病？如何放心将江山交于你手？依允不是祸患，恐怕是母后另有隐情，急于除去他吧。住口！我说慕容依韵留不得，自然留不得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是要皇位呢，还是要那个慕容依云？儿臣都要。日后，儿臣必会让母后明白，是母后做错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就别怪母后狠心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儿臣告退。好你个慕容依玉，本宫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烦死了！哎呦，烦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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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哎呀，这个贤妻居然让我帮着慕容依韵调理身体，他是不把我当外人，还是不把我当回事儿啊？真是不拿豆包当干粮！谁说不是呢？这简直不可理喻，不知所云，不识下问。让你平时少吃饭，多读书。你告诉我，不耻下问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不要太纠结于细节嘛，意思对了就成。哎，话又说回来，你说他是怎么想的？让你给青离治病，我去，也不怕把他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给治死了。要我说，你就给他治一个2级伤残，赶快把这朵小白花给治回花骨朵去。就是嘛，他当我是妙手回春呢，还是天外来客啊？哦，对，我们确实是天外来客，不，非仙，仙女的仙。仙你个头啊！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吗？顶多算个陨石。我要是个陨石就好了，就像慕容那个瓷娃娃，一碰上我，立马碎得连渣儿都没了。他根本就不用你撞，自己跑到你跟前来就碎一地。你说说，这么一个坚如磐石的你，怎么拯救一个支离破碎的他呀？青柔姑娘，真是说刘备刘备就到，真不禁念叨。进来吧，慕容姑娘，赶紧坐吧。你这身子不好，不好好在屋里待着，出来瞎溜达干嘛呀？
免得再晕了。慕容早上听闻昨夜有刺客闯入，本想过来看看，可是没等走到，就晕倒了。哎呦喂，你晕的可真是时候，都成定番儿了。哎，这技术含量可真高啊！哎，青柔，你赶紧给我学着点儿，别一天到晚跟个汉子似的，推都推不倒。定番是何种技能？依韵听不明白。你不用明白，以后少晕。来了，我就不能眼睁睁的再一次看着他消失？毕竟你们曾经山盟海誓。青柔，现在除了你，我真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帮他。就算我求你了，求我？为了他？你堂堂云齐王，当今太子，你为了他
慕容一居然来求我，在你心中，我始终没有他重要，对吗？不是的，青柔，你和他不同，对他，我只有责任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尽力去救。多谢了。等他医好，你也别想再见到。儿臣参见母后。母后近来身体可好？还是你时刻挂念着母后。我召你前来，是有事想告诉你。母后请讲。想必慕容的事你也有所耳闻了吧？啊，的确，朝廷上下对太子颇有微词。现如今，你父皇病重，妻儿又留那个慕容在身边，恐怕迟早是个麻烦。三弟对慕容姑娘照顾有加，又推迟了婚事，恐怕……若是琪儿还是不听我的话，除掉那个慕容，他就别想坐上皇位了。你呀，平日里多替你父皇分担一些朝廷的事务，也许这太子的位置你坐，我才能安心一些。好了，赶快给慕容姑娘送过去吧，别一会儿再凉了。是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给慕容送药的时候，把这个交给慕容的丫鬟。小姐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武功秘籍。武功秘籍？哎呀，逗你的，我说什么你都信啊，真是很傻很天真啊。小姐，你又拿喜儿开心了。好了，赶紧送过去吧，别一会儿凉了。嗯。四弟，三哥，我正有事要问你。什么事？你可知母后为何如此痛恨慕容家，非要置他们于死地才肯罢休呢？当初竟不顾我与依允的婚约，仍连杀他家几百口人，现在还不放过依允，还全然不顾我这个儿子的感受。说的正是。虽说母后平日里被父皇宠得任性一些，但她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就唯独慕容家的事情上，她说死也不肯让步。要不是因为母后，依允就不会受这5年的劳苦，你们也就不会……算了，过去的事不提了。只是现在，母后为什么非要置依允于死地呢？我只是觉得，此事没有那么简单。早先听闻，母后的姐姐，也就是你我的姨母，当年也是城中闺秀的头1名。除了样貌出众以外，琴棋书画也是样样精通，曾被许配给了慕容家的大少爷，也就是慕容依允的父亲。当年父皇也只不过是一个不得宠的皇子而已，大家都以为姨母的婚事更重要一些。只是姨母不知为何最后自杀了，母后就这么一个同母的姐姐，她当时难过了好一阵子。最后，直到父皇登基，她才渐渐缓了过来。哦，还有此事？啊，确有此事，不过其中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，只是略有耳闻而已。三哥，依允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太医说他5脏6腑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，还需要静静调养啊。
秦柔那丫头介意吗？嗯。不是，三哥，你也知道三嫂的性格。三哥，我还有事，我先告辞了。姐姐，你的仇，我不会忘记。这些年，我为了打垮慕容家，费尽了心机。可我千算万算，却没有算到希儿竟会爱上慕容家那个逆子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慕容家所有人都给你陪葬。当年，我为了陷害慕容家谋反，说到底也是被妇人之仁所牵绊。我不忍心看着慕容被投入教坊，毕竟他是跟晴儿有过婚约的人。如果将他一并残害，那我不是跟害姐姐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吗？所以我只是将他软禁起来，留他一条性命啊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他居然逃了出来，回到妻儿的身边了。姐姐，你别怪我心狠，实在是这个慕容留不得呀。万一他要给慕容家报仇，后果不敢设想。姐姐，你在天之灵保佑我吧，保佑我，姐姐，保佑我。哎，去哪？去哪？太远了，太远了！你们两个坐下去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可是良家少女。
老公，哎呀，你开始。